，eGFR 下滑、夜尿、小便有泡、疲勞水腫，可能係腎臟健康嘅提醒。腎臟係身體嘅過濾器，負責排走代謝廢物同多餘水分。腎小球過濾率 eGFR 會隨年齡自然下降，及早保養更易維持穩定狀態。香港註冊天然補腎配方肝腎力，你嘅健康守護者。日本製造，結合漢方智慧，專為腎臟健康設計，支持腎小球過濾功能，保護腎臟健康，促進排毒功能，改善血液質素，抗氧化保護，延緩腎臟老化。一眾用家親身見證，全方位呵護健康，協助維持腎臟健康，支持精神、體力、小便同睡眠品質。買3盒或者以上，即享9折，免費送貨，支持貨到付款，立即選購。經官網購買，保證日本原裝正貨，協助人們通往健康。